五色怒岭塔湖，北依山冈，境内有30公里的山冈黄金水道路线。3000多年前，塔伯为让王位从中原的古贼国奴奔而来，投来了5批灵山水书记，创建了该5古国，五山成为5文化的发源地。先进的中原文化和高卢文化交类融合，开启了农耕文明新的曙光。五岳争霸坐镇之后，越国大夫范蠡一手西蜀，显示个归隐之地，侪是5批牛造5国的5里湖。老美的犯罪故事成为千古传扬的佳话。塔湖，无锡的母亲湖，头慷慨的拿最漂亮的地方留给了无锡。国贸上国土，塔湖加水区，毕竟来牛头。无锡的生活如同一般日口芬芳、怀古仁爱的杨先寿，投给了你的是一份写意的温柔，一种太极般的平衡。好山好水，滋润人民的好日脚、好心情。新华社崛起于20世纪初，以石家、永家为代表的无锡人抓牢机遇，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。无锡的粮食生产总量在当时位列全国4大米市之首，丝织棉纺产品最先输家。无锡的经济总量进入全国的前5位。20世纪70年代，乡镇企业来了无锡突起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收入模式。21世纪以来，无锡创意产业蓬勃发展，在福布斯评比中获得中国最佳商业城市的美名。新华新来天一桥青山电人的设计，凭一杯天下第2前线水出城享受。这是诞生个顾开珠西北红的地方，这是诞生个阿平雷天湖的地方。水孕育了瑰丽多姿的无锡文化。淮山泥人是我国著名民间艺术。无锡大佛传递了吉祥美好的歌情。无锡以湖光名水，同时又是一个名山瑰宝的洞天福地。矗立于灵山的88米灵山大佛，为5片人杰地灵的福地默默祈福。无锡人欢喜读书，也善于读书，来了5片高卢的沃土上，历来毛遂群才，人文荟萃，翻开中国文学史、艺术史、口技史、钱钟书、顾玉水、王善、展拿前、周培岳等中斗名人，侪是从5片土地上走出来的。无锡52发发灵动，文艺中推着大气。山水相宜，动情相宜，光雷相济，竞技强劲，构成了无锡文化的独特魅力。